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6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80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86天。前线共发生179起战斗。俄罗斯的军事记者报道称犹如第5摩托化步兵旅指挥部的谎言，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突破4公里，目前正在波克罗夫斯克至米尔诺格勒方向的米尔内村作战。如果一切顺利，大批俄罗斯武装部队将面临被包围的危险，并将重新控制约130平方公里的土地，从而抵消俄军的胜利，并保护波克罗夫斯克免于沦陷。乌军的空军在波克罗夫斯克也大量的投入战斗乌空军用这个米格29投掷滑翔炸弹精准命中俄军阵地目标。随着这个阵地上方制空权慢慢的回到乌军手中，乌军面临的状况会得到极大的改善。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特种部队无人体袭击了部署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装备。乌克兰无人机昨夜再次袭击俄罗斯的叫萨马拉地区的塞兹兰炼油厂，当地居民报告称，凌晨4点20到4点40左右，至少发生了5次爆炸，并由防空火力开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每年可加工石油890万吨。视频显示现场浓烟滚火光冲天汽车警报响起，建筑物摇晃，空中回荡着无人机的轰鸣声。在这个罗斯托夫5天前遭到乌军无人机打击的叫新沙赫滕斯克炼油厂。根据这个卫星图像显示现场大部分储油罐被烧，损失惨重火虽然灭了，但是储油罐也没了。8月24号是乌克兰的独立纪念日，乌克兰为了庆祝独立日对俄罗斯发动了又一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一天然气加工厂起火。泽连斯基在独立日演说中表示当和平诉求遭到忽视，这就是乌克兰反击的方式。泽连斯基在独立日一个12分钟的那个演讲视频可以说是这个对俄宣言，荡气回肠，寸土不让。为了下一代不再受邻国这个侵略，对吧？必须要建立安全保障。我们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8月25日，德国财政部长兼副总理拉尔斯·克林贝尔突然现身乌克兰基辅，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应该意识到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未减弱。他说，相反，我们认识乌克兰在全球范围内第2大支持者，也是在欧洲是最大的支持者。乌克兰可以继续依赖德国。这个克林贝尔还说他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说他说，德国财政部数据显示，自2022年2月至2024年，德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约505亿欧元的资金援助，其中250亿欧元用于安置在德国的乌克兰难民，170亿用于对乌军事支持，67亿用于包括恢复能源系统在内的乌克兰民用项目，另有19亿用于乌克兰政府的财政支出。报道指出，德国2025年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83亿欧元用于军事援助，并计划在2026年至2027年再向乌克兰提供170亿欧元，源源不断的援助挪威计划在2026年拨款85亿美元援助乌克兰。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基辅与泽连斯基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说，今天我宣布2025年对乌克兰的支持将延续到2026年，这包括85.45亿美元，我将向议会提议拨出这笔资金。他说我们再看看这个央视对乌克兰的报道，说泽连斯基称乌用自制远程武器袭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4日表示，乌克兰使用自制远程武器对俄罗斯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说过去确实存在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领土需要获得美国许可的情况，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老黄历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几个月美国国防部一项尚未公布的高层审批程序一直在阻止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这个特朗普现在对乌克兰这个政策也是左右摇摆一天3变。昨天美国的媒体报道美国要在6个礼拜之内向乌克兰运送这个4000多枚那个能打400多公里的对吧远程的这个导弹。今天8月25号又有媒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准备解除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禁令。这个还是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叫格雷厄姆透露的这一消息。这位美国参议员表示这种施压措施对于加快乌克兰和平进程是必要的。他还
还表示，他计划下个月提出一项法案，宣布俄罗斯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如果特朗普能够回头是岸呢，知错就改，解除对援助乌克兰武器的这个限制，那当然是好事啊。但是不解除现在根据泽连斯基的表现来看，是吧？已经这个没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就是解除是最好，不解除也行。为什么呢？泽连斯基说了，用的是自己的武器进行远程打击。今天乌克兰首次公开远程海湾型导弹，这个是在他的国防部网站上搞了一个宣传片，射程大幅提升从原来的290公里跃升至1000公里，威慑力量显著增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海王星导弹突然出了名，就是因为乌军用2枚海王星帮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那个旗舰叫莫斯科号巡洋舰，这个曾经就是他生前改装之前，让整个北约舰队就是闻风丧胆都要绕着走的这么一个号称是航母克星这么一个巡洋舰，这乌军用最小的代价，也就2枚海王星帮他进行了改装重新装修用途改变了，现在变成一个海底的一个景观了，也就是那个莫斯科号巡洋舰放下了屠刀，立地成佛顿悟了。这个泽连斯基还这个陪同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在这个基辅参观着乌克兰的这个最新自主研发的武器和装备。也就是说以后这个西方你这样大量的援助资金就行了，人家在乌克兰自己就能生产这个远程武器，对吧？这样不用这个美国还有西方担心。俄罗斯刚侵略乌克兰的时候咱们就说了那个时候虽然泽连斯基希望这个美西方援助他远程武器，我觉得这个很难，对吧？你比如说金牛座，说到现在金牛座都没有到乌克兰战争，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他不想去升级战争，也不想挑战俄罗斯人的底线，所以他远程武器他不敢。那你给钱可以给技术乌克兰人自己生产，乌克兰有这个底子所以很快乌克兰人就能你看3年半就搞出了能打1000公里还有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那个弹头1吨重现在就是要上量，对吧？每个月要生产100枚200枚。乌克兰最近频繁的秀这些远程武器，实际上就在向俄罗斯，对吧？向美西方告诉他们现在形势变了，乌克兰是真正的叫越打越强。反过来我们再看俄罗斯这个每日电讯报发表一篇文章，他说普京的武器比宣传的弱，说俄罗斯的高科技武器失败了，什么匕首飞弹未击中目标，什么 A50预击几乎全军覆没。这我记得他的预警机一共是9架吧，对吧？有3架是确切的击落，还击伤的还有1架，就是停在白俄罗斯那剩下的几架恐怕不能这个就正常的服役他恐怕不是备战状态，自身就有问题，所以也不见出来了，再出来再打掉1架那就完蛋了。传说中的苏57是吧？这个5代机落后于美国和大国，超级武器匕首和锆石飞弹可以被爱国者飞弹击落，俄罗斯防空系统甚至连螺旋桨无人机都无法抵挡。乌克兰现在天天轰炸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都是这种开着小马达晃晃悠悠的飞往俄罗斯的各个目标。 S300 和 S400 防空系统未能拦截乌克兰的廉价的攻击。在伊朗战场上这个 S400 S300 也是在伊朗的这个战斗机面前毫无用武之地这个每日电讯报说他说对核升级的担忧令华盛顿有所顾忌，但仅凭美国的常规力量普京就难以撼动。特朗普可以可靠的确保乌克兰的安全，不需要美国的军队，仅需要莫斯科无法匹敌的火力。还有媒体报道普京在这个一个论坛上亲自说也是诉苦俄军在前线面临的困难。俄罗斯总统表示，战斗条件每个月都在变化，甚至更频繁。他说你知道我不想一直回到同一个话题，但这对我们来说是最痛苦的问题。我说的是前线发生的一切，每个月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尤其是每6个月一次，武装斗争的条件和方法都在发生变化。也就是你看，随着技术的变化随着战术的变化，双方在前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每个月都在变。同时他抱怨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人员损失正在增加。普京说所需要的只是几周时间的滞后，损失急剧增加，或者进步的势头就会放缓。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后勤只要稍微跟不上，立马前线就会遭到损失，进攻就会停下来。然后这个普京还补充说即使是现代俄罗斯武器也正在迅速失去效率。他说今天他们有效，但几周后敌人就找到了解决方案，效率急剧下降。这是普京抱怨的就说明这个在前线双方不仅在拼这个双方的这种肉搏，对吧？这种勇敢，这种战术，还要拼科技大家还记得吧？最早的时候用无人机轰炸对方简直是个笑话，对吧？那个4旋桨的那个无人机下面
掉这个小手榴弹。但是谁能想到，对吧？这个现在无人机是战场的主力，最早是，对吧？是这种遥控的无人机，现在已经改成什么光纤的，对吧？每个无人机后面拖个尾巴。谁能想到以前坦克，对吧？最担心的是标枪这些反坦克导弹，但现在这些装甲车啊，他们最担心的反而是无人机，所以他们每个上面都装了笼子，搞了烧烤架，搞了这种防无人机的，打着乌克兰人自己的3000公里的巡航导弹出来了，对吧？1000公里的海湾星这个 Plus 版，可以说啊，俄罗斯现在是骑虎难下啊，进退维谷。这种科技的斗争，俄罗斯是一个国家，那人西方那么多国家，德国、荷兰、法国、美国这些国家的军火商、军工企业，把乌克兰当做一个大型的试验机。乌克兰有一支部队，对吧？专门就是试验这些新奇的武器，这让这个新武器的开发啊，研发费用、开发时间周期大大缩短，对吧？研发成本也下降，因为它不需要在实验场去实验了，直接上战场，对吧？一旦经实验表明好用，马上就批量生产。俄罗斯这个仗怎么打？3位熟悉克里姆林宫政策的消息人士透露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啊，要求乌克兰放弃顿巴斯地区，退出北约，就不要加入北约啊，保持中立，同时要求西方国家不得在乌克兰部署军队。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啊，周日接受新闻采访时表示，一个由联合国安理会5个成员国组成的小组应该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补充说啊，德国、土耳其其他国家也可以加入这个小组。拉夫罗夫表示啊，担保国将保证乌克兰的安全，乌克兰必须保持中立，不与任何军事集团结盟，并且必须无核化。拉夫罗夫再次重申啊，莫斯科无法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俄罗斯人是想多了啊！俄罗斯人要搞一个叫布达佩斯备忘录2.0，这不是开玩笑吗？如果联合国安理会管用的话，那俄罗斯现在就不应该侵略，实际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失效了，因为他的常任理事国带头违反，那有什么办法？然后这个常任理事国啊，他现在要成为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这不是布达佩斯备忘录的2.0版吗？只能说啊，俄罗斯人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啊，现实情况离普京的想法那是越来越远，普京恐怕也只能是脑子里想一想了。当地时间8月2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和美国将于本周末举行会谈，讨论乌克兰和俄罗斯未来举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啊。实际上，今儿跟美国人说啊，这个俄罗斯人根本就没有谈判的意愿。这个特朗普是希望啊，泽连斯基和普京直接面对面谈，但是普京不敢，普京也设置了很多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啊，这个总结为一句话，就是要求乌克兰无条件投降，对吧？你要无条件投降，普京就跟泽连斯基会谈，这叫实话。泽连斯基去告诉美国人，对吧？停火没有办法达成和平协议的原因不在乌克兰，而在俄罗斯，在普京。8月25号，根据克里姆林宫的消息啊，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通电话，两国领导人通话内容要点如下：通话中，普京通报了近期在安克雷奇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的主要成果。这都1个月快过去了，才给伊朗小弟打电话通报，这是几个意思？这明显是不拿小弟当小弟啊，对吧？佩泽西吉扬早就通过媒体，通过这个油管或者是推特早就看到了，双方还就伊朗核计划局势以及南高加索地区局势发展进行了讨论。普京和佩泽西吉扬重申了进一步加强俄伊两国在各个领域合作的意愿，并商定在即将举行的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晤。这伊朗人叫上当没够啊，被骗也没够，对吧？这俄罗斯人一次又一次的骗他，这是被骗上瘾了。普京啊给佩泽西吉扬打个电话，那意思就是啊，待会儿这个合作组织峰会啊，咱们见面，哥们儿你可别装着不认识我，对吧？咱能打招呼的能聊的不多啊，对吧？毕竟有那么多媒体记者呢，别搞得好像咱们有意见，所以做样，先打电话给佩泽西吉扬说一声。这个佩泽西吉扬啊，这伊朗人还没整明白，对吧？他就应该跟那个亚美尼亚的这个总理啊帕西尼啊，对吧？都是洋，对吧？好好的请教请教，什么叫离俄罗斯越远，就是离文明越近。最近这个亚美尼亚跟俄罗斯关系闹得不太好，对吧？亚美尼亚国内啊，已经发起这个声势浩大的这个反俄运动，要把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基地啊给赶走。这个俄罗斯立马就报复啊，怎么报复呢？亚美尼亚水果卡车遭俄罗斯拒之门外。就亚美尼亚很多农产品啊，主要是水果，还有一些什么干果啊，那地方特产啊，一般都是卖到俄罗斯去了。现在好了，人不要，哎，这就是报复啊！俄罗斯喊出口号，只剩下最后一战，也就是这是俄罗斯最后一战啊！俄罗斯民族历史上这一战基本上就奠定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版图。说莫斯科人只要单兵，单场奖励550万卢布。莫斯科州州长安德烈·沃罗比耶夫亲自保证，每一个愿意单兵的莫斯科人都可以得到550万卢布奖金。这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人是不会去单兵，他们看不上这550万卢布的奖金。俄罗斯虽然有1.5亿人口，但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就有2000多万人口，就是
那个2个城市集群，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俄罗斯征兵主要是在边疆以及相对贫困地区征兵。那当然，莫斯科的人当兵的非常少，人家直接就坐着飞机跑到土耳其，跑到泰国，要么有钱的跑到阿联酋去了，没钱的跑到大国了，海南三亚打了3年半俄罗斯也缺兵员，没有办法了，只好到莫斯科圣彼得堡这儿，叫重赏之下必有勇，跑那儿去征兵只要服役1年就可以得到550万卢布奖金、工资和补贴，还要另外计算。这个工资和补贴大概1年是250万卢布，而且限制比较宽松年龄在18到60岁，男性都可以参军，只要愿意学习，有团队合作精神就可以报名。有人计算了一下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地区人当兵打1年的战，工资大概是10万美金，那这个待遇还是不错的但就这样，圣彼得堡、莫斯科地区也很少有人响应所以没有办法这个越打越富裕的这个兵源源源不断的俄罗斯只好向朝鲜借兵。最近这个朝鲜也搞了一个就是叫抗美援俄这个什么表彰大会，司令官在表彰大会上那是尽情表演，一般的人一看还挺感动的，这就是一个好的领袖首先是个好的演员。然后这个朝鲜的电视台现在滚动播放，当然他的媒体对吧，这个都在大篇幅的报道这个赴俄作战阵亡官兵事迹，这些事迹也很有意思你比如说他宣传有一个叫排长赵哲元和11名战斗人员在这个小组6次击退敌人，那这敌人指的就是乌军是吧？反扑的过程中，这个排长赵哲元全身受重伤，就在这个时候子弹也用尽了，然后赵哲元排长用无线电呼叫炮火，然后高呼愿我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这个好像在哪见过是吧？向我开炮吗？还有一个叫赵赫哲的35岁劳动党党员，他的这个英勇事迹是在友邻炮兵阵地被敌军占领的状态下，6个小时期间不顾个人安危，等待救治伤员，最后将自己身上的这个止血带让给转移来的伤员，好像那意思就是他那止血带绑在自己的腿，然后什么地方这个别的伤员在流血止血带用完了，然后他把自己的居然把自己的止血带给他摘下来，用在了别的伤员上，然后他就壮烈牺牲了。还有一个铁人叫罗南西的41岁劳动党员，这个铁人因为他们那个炮兵小组因为直击观测不利，就是看不清对方什么情况，视线受阻，所以攻击受阻。然后这个罗南西带着引导组前往射击点的途中，遭到16枚炮弹的炮击。你这不是铁人16枚炮弹炮击，居然没炸死这个西方的那个炮弹好多这个质量都是有，说胳膊和腿全部被炸断，但人没事仍坚持到把射击点标识完，壮烈还很多比如说为那个战友挡炮弹那个破片，对吧？为这个战友挡子弹的，现在还有为战友挡无人机的，这叫与时俱进还有什么自己受伤了腿炸折了，战友过来救他，然后他毅然决然的说先完成什么谁交给我们的任务，不要过来，然后他为了防止战友救他耽误时间然后他就拉响了这个手雷，免得拖后腿反正这个故事好像都有点耳熟似曾相识，对吧？还有一个叫罗南石的41岁，身中16枚子弹，仍抱着手榴弹堵向了敌人的枪眼。我只能说绍伊古看了都自愧不如这绍伊古就吃亏在只会在后面加个0，对吧？你要宣传这种悲壮，对吧？你老宣传那种英勇事迹就是绍伊古不搞了个案例嘛，这一个什么阿廖沙还是什么那个坦克小组一个 T72居然打爆了这个是7辆还是9辆这个乌克兰的装甲车队你这个宣传效果就差多了的。这种宣传是美西方的这种叙事方式，叫个人英雄主义。所以说这个绍伊古把这个苏联的这个老传统老手艺都丢掉了。这苏联是主要宣传叫视死如归，强调的是集体，对吧？为了集体可以牺牲个人，对吧？这是核心。所以说这个你看，光是宣传这个也可以请胡一金老师去做顾问总是舍不得花钱。所以说在宣传这块，朝鲜后来居上，你这么多感人事迹对吧？看了让人热血沸腾但是我看了半天好像没找到那个有个朝鲜士兵临死之前从怀里掏出个什么东西，说这是我的这个社团费用，或者这是我的什么加入社团的申请书什么。所以这个最后这个还是稍微差了点事不要小看这个很重要所以说朝鲜的宣传虽然很厉害，但是还有改进的地方。经常在网上看到很多黄俄留言说乌克兰打得没人了，乌克兰没年轻人，乌克兰征兵征不了，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这和乌克兰取得胜利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对吧？只要美西方给乌克兰钱，
援助，就不愁没人去打仗。而且现在啊，对吧？各种新式武器，无人机，对吧？导弹，这还有机器人，现在已经越来越在战场上部署，所以对人的要求越来越少。最后我们再看个新闻啊，这个乌克兰出口商俱乐部根据乌克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上半年乌克兰对外贸易额最新数据分析得出结果，这个乌克兰商业新闻网25日称说，该分析基于官方海关数据统计，涵盖了乌克兰来自各大洲49个主要贸易伙伴，得出结论啊，大国仍然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总额接近90亿美元，比排名第二的波兰波兰只有60亿美元，排第二，比波兰还多50%。波兰可是跟乌克兰挨着，对吧？大国跟乌克兰离得这么远，对吧？要经过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德国制造出名的德国是42.8亿元，排第三。美国呢是28.6亿美元呢，排第五。所以说这个本身也能说明问题。乌克兰的粮食1/4是迈向大国的。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